情一个都没有，封啥封啊？好对毛病。人家管的不是个饿死了毛病。好不好？你一个疫情都没有，你封什么了？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上班。饿死了人家。我们快饿死了，没饭吃了。大爷的！他妈的，一点能力都没有，这样都能封城。是啊。没能力就没能力吧，封什么城呢？对呀，不是搞本事吗？没能力就下来。操！你现在已经回车，我操！我们没吃饭。人家饿死了，肚子还没吃饭，没饭吃啊！没有饭吃，我都饿死了。